来看另外一个上新的研究，欧洲的科学家因发现讲，人类伫咧2万年前都已经会晓用海洋的骨头来做工具，这是比英国纪录要提早1万多年。这嘛证明海洋甲海洋的资源对古早人类的生活有真大的经济价值甲实用的价值。 这种正大只的海洋做头前，受出水面冰心，看起来真壮观。这种生物存在地球已经几落千万年，甲人类之间的关系比咱想的还搁较早。科学家伫咧法国比斯开湾研发，一个西班牙的圣卡塔琳娜洞穴顶一寡古石器时代遗料，发现上百件海洋的脆骨头，一个用海洋骨头做的毛加尖头轻工具，主要是要摕来掠驯鹿或者是野牛。经过放射性碳定年法，发现这款工具的年代差不多伫18000年前，包括南鲸、长秋鲸、抹香鲸这款大型的海洋，是人类上早使用海洋骨头工具的证据。 And humans and whales have clearly been encountering one another and watching one another for a long time. 真正的研究发现，北美、非洲加北极圈的人类会用海洋骨头做乐器，年代差不多是5000年前。这边的发现，甲人类使用海洋骨头的历史提前到18000年前，而且迄当阵的人唔是主动去掠海洋，迄款死去掉伫咧岸边的海洋尸体，就敢若是天公伯上映的。除了骨头以外，伊的皮、肉、油脂，会当互规个部落用几落个月。 Whale use in prehistory has always thought to be an opportunistic endeavor. You're confronted with literal tons, tens of tons of raw materials of varying degrees of freshness that can sustain a community for months or long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ashore in the far human past has been downplay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re's a research trend in the last 20 years also showing that settling the seashore, exploiting its resources was actually important for human groups in the past. 这项上新的研究刊伫咧即期的自然通信期刊，内容显示，早期的人类已经大量使用海化资源，会掠鱼、收集蓝壳，善用钓伫咧海岸边的海洋一寡海洋动物。 而且也有群体合作加共享的文化发展，但是即马因为地球暖化，海平面愈来愈悬，真侪研发相关的各位料拢互海水引起，又互一寡相关的研究拢无去注意到。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辑。